家下好多咧词汇还有记忆，稍后来就会留大家共下来分享记型嘅教学。伫家下嘅短剧地图啊，有讲到垃圾分类到底按样办分才正确咧？咪做得来去问大家讲，平常是样办型去做到垃圾分类？比如讲有一般嘅垃圾啊，废俗嘅字眼啊，还有纸啊，用合法到底样办型来形容咧？比如讲，做得问朋友讲，按样办做好垃圾分类？来听下南市演讲。按样嘅做好垃圾分类？按样嘅做好垃圾分类？这句话意思就是要如何做好垃圾分类。你平常是有垃圾分类嘅人，一定会回答。一般垃圾同废俗垃圾爱分类。一般垃圾老废俗垃圾爱分类？来听下南市演讲。一般垃圾同废俗垃圾爱分类？一般垃圾同废俗垃圾爱分类？这句话翻译就是一般垃圾和回收垃圾要分类。同样嘅问题了，按样办做好垃圾分类。有食药嘅人啊，不卡都爱挑剔嘅天气用品，就会讲，药嘅同天气爱人爱废俗，药嘅老天气爱人爱废俗。来听下南市演讲，样办先讲。药嘅同天气爱人爱废俗，药嘅同天气爱人爱废俗？也意思就是药品和电器要另外回收，千万唔好留一般的垃圾不用用下哦。再来，同样嘅问题，按样办做好垃圾分类。有人对骨头系咩质有问题嘅时节，你就做得回答佢。骨头唔系质，骨头不是厨余。真嘅平常是虽然讲在香港爱做环保，唔过其实环保冇去学，千万就做唔到啊，系冇？你执行之前，你嘅心情当重要。有上次老朋友相互来讨论过后，就发现到原来搭上人想嘅就冇咁样啊，已经来交流过后，自家看东西嘅角度，咪会变到行得多，行得快，真件当神奇继续来看一下，阿福、阿祖到底还有哪啲爱讨论嘅事情了？